相机，你阿信是什么？念书。答对了。你阿信。南无海将好，你海，南无海好。爸爸我有家宝山路一样。在这边，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今年参与的同学们，欢迎你们！谢谢你们好。鼓励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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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鼓励力，鼓励力，你干嘛呀？鼓励呀！Pakayaw misuka itakuanan si Sayan Anang kungangan rumahku。可以自我介绍吗，老师？也可以。你也是。好了，小队服也来。好了，几嘎照嘎顾。我是阿碧。嘉宾，你喜欢什么？中文名字阿碧娜。风有点大吗？大了。好，好大，好大！哎呦！哇！嘴巴要闭起来，看到他的时候嘴巴要闭闭，可以吗1、2、5。再一次。哎，你的 H 在哪里？嘎。哎，很好。巴拉。 Good。巴拉。嘎。巴拉。很好。南部，你要坐在那个泥山上面。很好。阿和你那你是那种女人带。很好。初级在哪里？我们会学什么呢？好，我们先学这个字母篇。好，字母篇这里有什么？啊。好，在那里。为什么？屁股。答对了，土豆就是屁股，好棒哦！为啥要搭带那沙起拿莫？公安安，你咋有好？咋要搭带那沙都沙起拿哇？不能一直重叠啊。妇女偷饼，所以天神很生气，然后就打雷下雨。他们两个对坐着泥塞就去。鼠棍，鼠棍，为咱那闺女，很好，哦，很赞哦，为咱那闺女，把你满意哦，先放下来，好，差一点音没有关系，大家掌声鼓励啊！鼠棍，好，哎，答对，巴黎马燕，很好。我的哪一个？哪一个？这个好，这个是什么故事？什么故事？什么故事？啊，怎么讲？啊，你故事。我们台湾原住民有几个族？举手。好，来，结束。你是谁到今天？这个好棒哦！为什么女生会有纹面？她要很厉害织布，她要很厉害织布才会有。男生要怎么样？要很会打猎。第一个买炸的，对不对？第二句呢？这个第二句呢？怎么念？你溜多好。带的还有深点，按这个字的描述。带的课。我去挖一个。对，今天你画的很好。这组会完成了。第二组萨卡图萨，这是我们画的台湾还有十六族群，对，十六族群。泰尔格族的话是在沙卡族的北边，我们这是示意图，就只有相对位置。好，你的号3不是你，然后你看到这个2啊 B， 你知道你是上面吗？
有没有找到？你是阿玛丽 nurse 及嘎比马汉嘎固阿嘎嘎米拉阿代阿玛丽伊嘎比阿米布嘎图图和伊阿阿达古嘎。那个舵要发清楚哦，5度不是发5度，会以为是老鼠哦，5度。半给我一改性半杯，慢慢倒半杯进去。口掉了，是往后啦，然后这样吗？对，不要拉到底哦，拉留一点点。它先不要往下拉，往下拉就会打结，要慢慢顺，就绕圈圈而已啦。火龙果很容易褪色，这个本来是火龙果，它退了以后变这样，可是很难看。会米拉溜呢？你看我这个就米拉溜了，你看看米拉溜是什么意思？好掉。这样了以后，这个是什么动作？罗的，再一次。罗的。好。后面还持续在做动作。接下来呢，他讲完话之后呢，那个农夫一要出来，来，农夫一，哈哈哈哈，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先做一个动作之后，然后你就跑过去，再跟他对话，指那个谁，农夫一，你指那个哥哥说，马卡西给做。对啊，主人不祭拜天神也会有很多东西吃啊，干嘛祭拜天神啊？然后你们3个就变一伙的，因为你们的立场是一样的，你们要这样出去，然后右背，然后再出去，然后右背，然后最后是这样，有点不想跌倒这样下来啊的人，我要这个语气 ，OK 哈。练习，你们已经背起来了嘛？把它练习起来。大声讲说，我们要感谢拉瓦跟拿莫，这样。你出来的时候，你是出来这样。他们在讲话，你就在那边看他们在干嘛，所以你才会有那个问题，知道吗？在各位演员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好好的学族语哦，把这个戏剧，而且也将这个成果也呈现在这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而且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拉棒来宾呢，这个比我们小朋友还要多很多。我相信我们小朋友一定非常非常感动。其实我觉得孩子不管在学习族语，或者是在学习任何一项竞赛，都会是一个非常难得可贵的经验。其实，在你将来成长的过程中，再回想这一段，都会是你在成长经历里面特别美好的一个记忆。绝对不要忘记，你身为一个阿美族语、撒开语，或是你是原住民，一定要懂这语言。也很庆幸各位小朋友能够这样的学习环境。小朋友，你们都是种子哦，你们将来都会发光发热。
夏令营这个活动学到了很多塞奇莱雅的文化，学到了怎么唱歌、怎么跳舞，然后塞奇莱雅的词语。Sabizatu Maluk, hahaha. Kisu tu ulamiai tu belas aku kapiri manukas katu. Kisu. Amana tu kaca culi, malingna segi kafi. Ilau tunggu kakaan, amizan, misali sing, kapitan. Sai, kasika, kapitan. Au pada, aku sabi saibang, kamuan. Pada pada niya isa lebat, ku tadana atu tatamam, makai pala, babadin tu sawan, pasal terlepas tu ula atu pala. Tawang apuku lebih ke di kabitan wawa ni buku di tawa kajihan apu Laza amayo hang anu malau gila malalu kami amana tu bidana kamu kana hatu saai kangazah kaku malata tai api ini tiba kapitan namo bukai kisuan irau kisu pada pai dakuan wawa aku malau bes kisu malarun aku masa teruk ku udah hang tak kena amikukai tuhania atadusa ada kakak idik muhadi atu kinabaka amana gagashi kamari ai malu suku au kia iya mencari sing si nu gapa kami tidak hau Uiza, dia tawan. Bilung zau, tu putat, aku.